咱即马来到这个所在是树林的卫生室，对啊，不过咱今日来这不是要来注射看医生，因为即马已经无啊。咱拄仔讲出个可可啊，咱即马就是要来食看卖啊，对吧？上原本就是对这开始，对这开始，这就是可可啊。八有几哦，八有几。哇！这来到山地才有通食这个原味的新鲜的呢。这外口切掉，啊内面黑，小可辣就像你来。对。啊，这内面这籽吼，啊我即马甲剥落，就真正有迄巧克力度的苦味伫的。我讲籽袂食籽啊，这外口是食这就是，我甲你啊，恁若袂较早讲，我早都已经吞2粒啊呢。内底的籽爱食落去，因为迄就是写做成巧克力豆的。遮尔好食的物件，可可也伫遮，啊是安怎？卫生室本来是卫生室嘛，注射的所在，想讲要改造咱的发展的中心伫遮。我是屏东人，啊，毋过较早吼，我伫家己的故乡潮州吼踮袂掉，我足爱走出国的，所以以前我拢做牧业嘛，去美国、去欧洲啊，真的哦。啊，因为迄个健康的关系，啊，开第二遍的化疗，啊，就转来就无搁出国啊，伫家己的故乡踮落来，啊，踮落来就发现咱家己故乡之美，而且受用心就去接受到可可啊，啊，所以可可啊做了聊了，就爱上了可可，就一路做咧。